继续来看台中清水高中的学生王玉婷甲何婉璇，代表着学校参加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台湾的选拔赛，甲全国高中级创意发明赛，分别摕到银牌奖甲第2名的好成绩。它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用摇摆的方式来增加它空气的流速。学生你介绍家己发明这款快打的披萨架，也是透过电动海来海去的方式来增加空气的流速，和衫裤较快打，同时佫省电。这个作品更加伫全国高中级创意比赛中得到第2名。而且这个作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价格便宜，然后耗电量也很低。另外，这款是专门针对女马桶的发明。这个大心设计嘛，互因伫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台湾的选拔赛得到银牌肯定。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可以把相同的原理用在马桶刷上面，然后这样，而且它的成本也很低廉，然后可以比较好推广。校方嘛期待这同学未来会当继续精进，发挥创造力甲创新精神，来解决生活上所拄到的各种难题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